四。歌谣，好，安尼对80页吼，81页啦吼，今仔日应该是对81页。好，咱就是毋知影就人过啦吼，读过就好啦啊。若需要解说还是去查迄个词的，咱再来现字典词典吼。虾仔出世六支手，三班哟，三班大马水面上，兄哥甲娘好过手，毋正桥过怪成抽。我去读一遍。虾仔出世六支手，我毋捌算过，真正六支手。三班大马水面上，哦，这毋是，可能毋是三班啦吼，应该是沙网鱼啦。因为我看伊漂音是网，三网沙网鱼嘛吼。沙网大马水面上，兄哥甲娘好过手，过手毋知啥物意思，等下查看觅啊。毋正桥过怪成抽，这嘛看无吼，看无正常啦。你看沙网鱼伊用即个三班这两个汉字，咱都毋捌安尼用吼。好，我看过手。马文讲虾仔，迄尾里有三班。是安尼，所以是三班是迄个意思。三班是迄个意思。哎呀，不要紧吼，咱有词典通查。但是我毋知即个音要怎查吼，三网是要安怎查？先看三班啦吼，我来找汉字看有无。哇，真正有这个汉字。三班是台湾金鱼，所以是三班哦，三班鱼哦。哦，讲到鱼，我对鱼就无熟的啦吼，因为我是草地吼，毋是海边仔。虽然讲台湾就是海岛吼，照你离海袂介远吼，但是我第一道看到海的时阵已经10外岁啊。明明离海无介远哦，但是第一道看到海哦，哇，真正感动，就迄当阵已经10外岁啊。三班交家哟，一个人做歹正做全家袂好吼。迄个人真三班，只真爱野事起冲突的人吼，这是台语大词典的例句吼。三班。我看一下日文版哦，三班
台湾金鱼三班交给所以无啥物无共的啦吼，含迄个汉字版三班。我 Google 一下吼。三班鱼汤，因为三班 Google 是迄个纹路迄个班吼，斑纹迄个斑吼，但是即只毋是迄个斑啊，所以到底这是毋是迄个斑？三班鱼我毋知，有听过人则甲咱讲啦，我对鱼也是无熟吼。好，三班是一种鱼啦吼。看起来是安尼吼，三班大尾水面上，兄哥好甲娘好过手，查一下过手。相款对汉字先查起，过手、过手、过手吼，泉阳腔是过手、过手吼，漳州腔过手，就是南部腔过手啦吼。北部腔叫过手过手吼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到手吼，应该是华语讲法，摕也未过手，就也未摕着吼。第二个是完成吼，也未完成，未过手是未完成吼，害人未过手是害人无完成吼。到手甲完成有啥无共啊？摕到手的，摕到手的就对了吼。一个是 obtained， 一个是 completed 吼。所以过手是这两个意思吼。过手过手吼。兄哥甲娘好过手吼。但是伫遮用这是什么意思 ？complete。因为三班是那个斗鱼。三班是无。迄你讲迄斗鱼是迄种中一个文的迄个班字。我拄则猜。就是中一个文字迄个班字，班文迄个班。你看。对。但是这只毋是，这只是另外一个班字。但是拄则找伊有写那个台湾金鱼嘛？拄则查迄历史的时阵。哦，台湾金鱼就是斗鱼哦。就是斗鱼。哦，安尼哦。而且佫有台湾话，而且你看我。你若有闲看我拄则上尾大迄三班即个飘音是共款的，即罗马字是共款的。哦。所以应该就是斗鱼，所以就佫用着过手安尼。哦，过手，你讲用着过手和三班斗鱼有啥物关系？就是伊这个歌谣的这个文字的安尼叫怎么讲用法。等下吼，小等下吼。日本人叫做台湾金鱼。好。我转来即只吼。三班大尾水面上，兄哥甲娘好过手。せなと妹はよくでき合うて，就是兄哥，就是即个查甫囡仔和即个查某囡仔两个算食默契啦，match 吼。毋正桥过怪先抽。箸を過ぎないに待つ。毋正桥过怪先抽，就是讲你桥都还未过去，就先共怪。但这只怪是讲啥物
我无解清楚，应该是讲即支反乖即类的吼，就先甲抽掉啦吼，安尼就袂当过啊嘛。好，好啦，咱后一条啦吼，15月娘中培明，关头妈祖真是兴，嫂嫂有米甲果敬，咱哥毋敢无人情吼。即条是字面意思看，就是安尼尔吼，应该是无其他的意思吼。15月娘中培明，关头妈祖真是兴，嫂嫂有米有问吼，伊这是全章读法吼。嫂嫂有问甲果敬，咱哥毋敢无人情。后一条兄妹一人一字姓，感谢温情大如天。咱嫂奉送好酒碗，亲像糖蜜无遐甜。OK， 兄妹一人一字姓，就是应该是讲你查某人嫁了都无共姓，吼，含兄弟都无共姓，所以兄妹一人一字姓，吼，感谢温情大如天。咱嫂奉送好酒米，吼，你若要安读嘛会使，亲像糖蜜无遐甜。后一条，82页，823毛字吼。好啊。我网络就慢嘞，我现也现足久诶。毋是电脑慢，是网络慢吼。电脑我已经毋敢用，我毋敢用2页 monitor， 我可能因为太慢了吼。好，后一条，实际甲嫂全无影，互人大个传名声。我爸知着无性命，也着将心对讲行吼。实际甲嫂全无影，就是实际上含即个查某囡仔都无即代志吼，煞互人传甲有影有食安尼吼，互人大个传名声吼。我爸知着无性命，即若互阮爸知着代志大条吼，也着将心对讲行。即看后壁日本鬼说，敢若是讲，就是爱相较远的就对啦吼，也着将心对讲行。实际甲嫂全无影，互人大个传名声。我爸知着无性命，也着将心对讲行。后一条，水饮开花白菜菜，风吹讲马倒规排。咱嫂甲哥真意爱，阮厝爸母全毋知吼。即个食饱吼，就是安尼食千饱吼，读个就是即个意思吼。甲嫂咱嫂甲哥真意爱，阮厝爸母全毋知吼。水饮后一条，水饮开花白丝丝。邦桥后尾莲花池，我等甲嫂遮代志，阮厝爸母全无疑吼。就是我含你的即个你行即代志，厝内爸母拢毋知啦吼。好，后一页，哇，即页读个就过个啊，83，巴比马尼。我这一页哒哒走。
好，这要安怎读咧？摊啊吼，摊啊，这要安怎读？我即个卡那看无吼，即个假名看无。摊啊哦，摊啊厝内变泡泡吼，咱个烦恼流浪歌。即个可能是玲珑啦吼，玲珑歌。因为我看伊日文写的意思就是讲灯色安尼啦吼，直直灯色12箍仔啦吼。两人来困10分好，心肝意爱想到无。想嘛吼，这应该是想。心肝意爱想到无。可比で思何もない。心肝意爱想到无，我看无吼。摊仔厝内变泡泡，人个烦恼玲珑鹅，应该是鹅啦吼。两人来困10分好，心肝意爱想到无。摊仔厝内变泡泡，就是咱咧困，咧夹迄个被单啦吼。摊仔应该是自伫诶底啦吼，毋是咧夹诶吼。一般讲摊仔是自伫诶底吼。摊仔厝内变泡泡吼，你甲踢开，甲厝诶面床顶吼变嘛吼。咱个烦恼玲珑鹅吼，我认为这应该是鹅啦吼。咱来查一下即个鹅字。GO 第五声鹅吼，今仔才发现讲，即个音是迄个灯色迄个意思吼。当然我一直知影啦，但是特别想讲，来看一下字典吼。来，鹅是啥物呢？中心无振动咧说，吼，中心无振动咧说，就是足稳定咧说嘛，叫做鹅吼。有例句讲，甘露的鹅吼，甘露就是陀螺啦吼，甘露的鹅吼，或者是圆鹅。第二个意思是互火车顶搞着吼，伊去互火车餓死，这我捌听过。第三是拖得说吼，饿石无吼，饿石无就是你说迄个石磨吼。伊一直到第四个是电盘，伊一直到我伫饿吼，讲喊我等我要安怎讲？电盘是讲纠缠不清嘛，毋是吼，就是即嘛华语一个词叫做杠精啦，是毋？即个意思吼。伊一直到我等下，就是即要安怎讲？电盘，看一下日本的吼。什么？狗狗电哦？嘛有伊迄个意思啦，但是我认为应该是个，就是华语即嘛有一个词叫做杠精，你知影？就是纠缠不清安尼。我比如讲伫网络顶啊，一句来一句去安尼，都已经无想要含你，搁继续搁变落啊，搁但是就是直直搁甲你拖咧，直直甲你问东问西，甲你一直无爱放你煞就对啦吼。哦，即只吼，第五四个意思，第四个，不时甲我伫五，卡咧我，常に
一のがれをif逃げをつ不是甲我第个，为什么即个日文看起来，和我拄则讲，我咱无共。伊一直甲我第个甜盘，但是日文看起来嘛，毋是甜盘，是逃げ是逃走的意思呢。奇怪，好，咱伫遮意思是转世啦，吼，回转吼。咱转来即条顶头，走一对好找袂着。吼，讲咱哥烦恼玲珑阁吼，玲珑阁这是台语的讲法吼，转圈圈啊，叫做玲珑阁吼。我看画玲珑啦哈，LINLONG。玲珑走吼，四过又走吼。玲珑鼓就是卖杂碎你用的药鼓，叫做玲珑鼓。啊，画玲珑就是意思是摕迄个鼓踮嘛，咚踮嘛画吼。为什么袂即嘛画玲珑咧叫做画玲珑，就是安来吼。恁捌去夜市啊看人画玲珑无？有机会看一下就知影啥物叫画玲珑吼。第三是玲珑转吼，伊是用转啦吼。我拄则用鹅嘛吼，鹅嘛是转世的意思吼，玲珑鹅吼，所以台语是安尼吼。转世款式吼，玲珑转。第二个是四周围，玲珑转四周围吼。比如讲，即玲珑转拢是田，就是四周围拢是田吼。玲珑转踅一輪吼。OK， 好。学一下即个玲珑鹅、玲珑笋、玲珑蛇鹅、玲珑鹅、玲珑转吼，玲珑蛇嘛会使啦。台语的讲法啦，这华语无，所以你若无学过就袂晓。两人来困10分好，心肝意爱想到无吼，这我都毋知影啥物叫做想到。好，后一条为娘挂掉半电戆。池内无水，鱼会脏。等下查者吼，啥物叫做鱼会脏？是毋照实讲吼，讲了无影真碰风吼。为娘挂掉半电戆吼，挂掉用读过几啊遍吼，心内一直咧思念吼。为娘挂掉半电戆，池内无水，鱼会脏。是毋照实讲吼，讲了无影真碰风，鱼会脏。我查一下会脏即种讲法。A 第7声脏 CHANG 第5声，无即个数吼。好，安尼就无法度吼。为娘挂掉半电戆，池内无水，鱼会脏。我应该无读毋对啦吼，是读脏无毋对。是毋照实讲，讲了无影真碰风。池内无水，鱼就安怎会脏？看无吼。一日烦恼日落新，一暝烦恼果报应吼。这应该进前读过吼。讲一工烦恼到
日头落山，一暝烦恼无困到过啼吼。一日烦恼日落新，一暝烦恼过报应。咱说心肝若毋信，也就无猜咱心信吼。你若毋信我，你若毋相信啊，就无猜我对你遮尔好啦吼，无猜我对你的心意吼。后一条，后一页歹势，后一页84，爸比再麻烦你。好。8:59分。15月外，圆淋淋，照起溪边燕，伊写做燕，E-A 燕，应该是应啦吼，应落尘吼。咱搁讲话说毋信，无猜咱搁会心信吼，含头一条差不多意思吼。15月外，圆淋淋，照起溪边应落尘吼。咱搁讲话说毋信，无猜咱搁会心信吼。后一条，经过出世圆淋淋，林凉。这是啥物物件？我读袂出来，这个卡人我嘛读袂出来。李爱呀，是啥物件？啥物好食？粒丁哟。咱所讲话着有信，毋通连报做无人吼，毋通连报做无人。哦，这是山影啦吼！我看即个汉字的写法含山影，咱即马即种山影汉字的写法足像的吼，但是迄个音我完全看无吼。但是后看日文版的电脑看伊写芒果吼，是山影嘛吼。日语是安尼讲无毋对吼。OK， 山影好食粒丁吼，丁是啥物意思？等下查看觅吼。经过出世圆淋淋，山影好食粒丁。咱所讲话着有信，毋通连报做无人吼。粒丁，查一下丁字。丁，随讲菜瓜生甲沓丁，箱仔用扫仔对楼顶甲伊顶落来。哦，所以顶是用叫做随讲吼。请问山影是啥物？山影就是芒果，不对，芒果。芒果嘿，芒果台语叫做山影。你毋知来查一下吼。OAINN 啊，是毋是安尼啊？啥条无啥知？山是第7声的款。哦，山影吼，汉字是即种写吼，是即种写法。你看 YouTube 顶头吼写，一般人汉字是安尼写，啊，因为伊印甲无啥共吼，伊是用迄个羊毛迄个羊字吼，所以我想讲奇怪，迄是啥物件吼？但实际上伊是要拍即个汉字啦吼，山影。吼 ，OK。好，多谢。嘿。啊，顶字吼，就是拄则迄个随讲的意思，就是垂钓啦吼。比如讲你
譬如讲，你伫用迄个平价啊，种葡萄、种菜瓜吼，啊，迄瓜拢会一粒一粒垂掉嘛吼，掉伫迄个棚架下面吼，迄叫做钉啦吼，意思就是叫做钉啦吼。菜瓜生甲沓钉吼，啊，即只是酸影好食粒钉吼，是安尼写。酸影好食粒钉吼，当然酸影毋是伫咧用棚架，酸影是树吼，但是嘛是来一粒掉伫咧树仔顶吼，叫做酸影好食粒钉。咱说讲话着有信，毋通连宝做无人吼。连宝查看觅有即物件，我毋知啥物叫连宝。LIAN 第五声宝 PO 第二声连宝，无就无法度。后一条，毋知咱所信毋信吼，兄哥兄哥孝相吼，这应该是孝相。兄哥孝相头壳形吼。咱当若袂着较紧吼，一暝烦恼全无眠吼。毋知咱所信毋信吼？毋知伊到底有知影讲我的意爱吼？兄哥孝相头壳形吼，想甲头壳拢起戆吼。咱当若袂着较紧吼，一暝烦恼全无眠。好，后一条85。番麦，歹势，番麦土囝，真实是读囝吼。番麦土囝正红烟，我看觅吼。番麦土囝正红烟，帆船过海悬价城。所以顶头这毋是烟吼，烟吼，番麦土囝正红烟，帆船过海悬价城。咱所掠做是无影，无才咱个话心情吼。红烟，查看觅吼，番麦土囝正红烟吼。红影 ，ANG 第五声 ，IANN 第一声。红影安尼知影看有啊吼，讲是算大清国诶官，迄是读字诶款吼，算做官因伫迄个官帽啊诶。影大吼，安尼若照读是读做影吼，红影吼，影大。但是我感觉毋是迄个，我用 Google 一下吼，我看觅。吼，这叫做红影嘛吼。我即马 Google 即个画面吼，你有看这？一手吼，就是一穗呐，一支手哦，这叫做影嘛吼，这红影枪嘛吼，这啊你知影吼，番麦你若甲迄个叶仔拍开吼，毋是叶仔，伊包迄个番麦迄个叶仔，你甲拍开就是有这红影嘛吼，哦有个丝一丝安尼，就安尼这红影吼，所以伊才讲番麦土囝。正红影吼，就是番麦开始土囝当然是讲伊出水啦吼，就是开始结籽啊吼，就是正红影啦，敢若迄个红影安尼。番麦土囝正红影吼，帆船过海悬价城吼，悬价城应该是讲，伫海涌顶头起起伏伏安尼啦吼，起落落啦吼。浮沉就对啦，浮沉安尼，帆船过海悬价城嘛吼，这
写即景写啊足好诶嘛吼。蓝色掠做是无影吼，无猜蓝哥为心情吼，就是查甫囡仔足用心诶，但是查某囡仔当做无即代志吼。啊，头前这是押韵用诶尔啦，和后壁无关系啦吼。还要讨囝食红影，还船过海悬鸡声。后一条，门口一对是旗杆，旗杆下面是石盘。咱搁一暝问无伴，目屎流落到心肝吼。头前就押韵尔啦吼，门口一对是旗杆，旗杆吼叫做旗杆，旗杆下面是石盘。我早看有图通互恁看。伊早吼，做官诶吼，因诶厝祖厝啦吼，头前拢有旗杆吼。啊，即种厝人就叫旗杆厝吼。啊，所以就是有诶所在地名就叫做旗杆厝吼。看有，敢若无看着呢。哦，有，这就是啊哈。即种就是旗杆诶迄石盘啦吼，但是伊即马无插旗杆，所以看袂出来吼。哦，拄好是竹北吼，因为阮竹北有一个所在叫做旗杆厝，所以我为虾米我知影即个所在，知影即种叫法吼。啊，而这就是旗杆厝诶迄个旗杆会对石盘啦吼。啊，遮嘛有无共诶吼。但是你看拢新做即型吼，啊，我是无啥知影旗杆安怎徛菜去，因为即摆拢无啊，无旗杆吼。有啊，有一个吼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恁若看袂着画面的，家己去查吼，旗杆厝恁着当看着，伊诶两道石牌，啊，中会当插一支旗杆安尼吼，迄叫做就是迄个石盘啦，讲即只旗杆下面是石盘吼。好，后一条，蓝色有心，搁有意，两人相好望百年，双人大下着有义。大下是啥物意思啊？双人大下着有义，写人晓心无好死吼。双人晓心无好死。蓝色有心，搁有意，两人相好望百年。双人大下着有义，写人晓心无好死吼。双人若晓心，来查者晓心吼。晓心还是晓心吼？查看觅，声调可能读来无介准吼。先查晓心啦吼 ，HIAUSIM。晓心吼，哦是晓心。第一声吼，意思就是变心，哦，晓心就是变心啦吼，所以写人变心就无好死吼，哦，这就抓哦，动抓，双人大下着有义，我看大下查着，大下 TOA 第七声 A 第七声大下。大下是影响第一个是用极大，一碗较大下，
第二个意思是影响是什么意思？等下看，拍较大个，拍较大个，影响顶大，相对吼，细个大个相对的意思就是细个嘛，一个重一个轻嘛吼。拍较大个就是拍较重个啦吼。即帮了较大个吼，即帮了钱了较侪啦吼，所以大个就是较比较大一点吼。拍较大个吼，拍较重个吼，拍较细个就拍较轻个吼。OK， 啊，第一个意思是讲较大，容积较大个物件吼，较大。啊，但是伫即遮讲，双人大个着有义，我着看无啊吼，真正看无。咱说有心，阁有义，两人相好望百年。双人大个着有义，舍人侥幸无好死吼。敢若迄第三句看无？9点15分，后时啊86。爸比你有现啦吼。好。六个算来，六个算来是大热，少年几人袂风花。咱说甲过来酒抓，先晓死了，互狗拖吼。相款这嘛是相款吼，就是先晓死了，先晓就是先变心的人嘛吼。咱说甲过来就带吼，就这都市吼，就这蛇，先晓死了无互狗拖吼。六个算来是大热，少年几人无风花。袂风花是袂袂风花，少年几人袂风花。风花查看觅吼。有大约我知影意思啦吼。风花是虚花吼。虚花，所以佮查一下虚花的意思吼。哇，无，可能腔口无共吼，有诶是浮花，吼，虚花是南部腔啦吼，但你大多数基本上是北部腔为准啦吼。浮花吼，所以爱查浮花才有吼。即嘛南部腔颠倒较主流啦吼，较少人听到浮花。阮是讲虚花啦吼 ，HIR 吼，虚花。奢华虚荣吼，人爱虚华，人爱虚华吼。上海是虚华的所在吼。啊，拄则是叫做风花嘛吼。所以讲，六个算来是大热，少年几人无风花，就是啥物无几个人伫咧少年的时是袂风花的啦吼。大家拢嘛少年时拢嘛是，拢较爱风花嘛吼。咱说甲过来就抓，先晓死了，互狗拖吼。后一条，来晓秋风半天飞吼，即较早捌读过吼。来晓秋风半天飞，伊是写做飞啦，我认为应该是读做飞还是飞啦吼。红柑好食12月吼。
上好毋通好一时，若要上好好到尾吼。我来英文的腔口读一下吼。腊叶口风半天报吼，红柑好食12个，上好毋通好一时，若要上好好到尾吼。后一条，水锦开花白西吼，甘草开花正山茶。想要伸手摸一个，惊见甲嫂，这要安怎读啊？这字看无吼，甲咧吼，惊见甲嫂，尖，这字到底要安怎读啊？我先用甘字典查一下这字汉字。蝉吼，甘字典飘这个音叫做蝉吼。蝉就是诽谤、咬装罪就是咬打扮啦吼。蝉讲好话吼，甜味谄媚叫做甜味吼，咬讲话吼，这个谄咬讲话咬装罪吼。甜味诽谤吼，所以这只是惊见甲嫂惨甲累，这只是诽谤的意思吼。惊见甲嫂惨甲累吼，去互人讲诽谤甲礼貌吼。水锦开花白西，甘草开花正山茶。想要伸手摸一个吼，惊见甲嫂惨甲累吼。想要甲偷摸一个，惊互查某囡仔家己，这算想要性骚扰就对啦。伊即嘛即个讲法吼。性骚扰台语要安怎讲啊？我毋知影有人想一下新词来讲即个词。若无就爱空字辈啦吼，空字辈咱来查一下骚扰这边来讲。骚扰吼，骚，这字是读做骚嘛吼。骚扰吼，性骚扰，这是空字辈读法啦吼。骚扰日文有即个词啦吼，台语就直接照日文的汉字的使用，所以这骚扰这个词其实是变成合字汉语吼。日本人做汉字词吼，毋是华语本来有的吼，是日本来的吼。骚扰，台语就直接空字要读骚扰吼。性骚扰吼，直接安尼读就会使啦，无必要去做新词啊。我认为啦，无必要。有时啊，足侪人就爱做新词吼，啊想当然
伤毋是歹事啦，我意思哦，但是有时啊，就伤脑筋的，想足久的。囝见甲嫂，参甲累吼。9:24，咱搁看一下87。歹势。我毋知影有人专门写讲家己去做新书的一寡原则，或者是讲一寡方法吼。咱所知会当就是找旧的、找新的嘛吼。找旧的就是讲，你对文献内底去找看较早有安尼讲法无吼，有安尼事无吼？去查字典、词典吼，较早编的即个大理大词典啦吼。这是对旧的去找，对较早去找。啊，新书当然你会使创新书吼，创新书就是汉字用汉字去夹，这是一种。啊，另外就是翻译音对外来语就对啦吼，直接音译吼。啊，大约我应该袂走闪啦，就是即几项做法来创新书安尼尔吼。啊，外来语的来源当然有英文，有欧洲的各种语言吼。啊，我认为讲用中文嘛是会使吼，所以比如讲有时啊，你的即个书，就是直接控制笔就会当读啊，就直接读袂要紧啦。这是我的看法啦。有人就爱就想讲，就是尽量要避免讲要用迄个中文的书吼，啊，所以就尽量无爱用安尼。啊，我是认为无必要啦。就若敢若伊若是本来是英语的书，你用英语的音去叫会使嘛吼，直接音译。啊，伊本来就是中文的书，你用中文的汉字的控制笔来讲，我认为嘛无啥物袂用的吼。啊，我拄则讲避免吼，我拄好前几工看到伫咧网络顶有人咧骂啦吼，主要是李幸德老先生啦吼。因为我后来才看到伊的 Facebook 顶头咧骂即代志，讲即马教育部规定讲一定爱讲避免，一定爱讲节目，是节目个啥？我袂记。节目汇款吼，一定爱讲避免节目个啥？搁一个敢若一个啥我袂记吼。就是人即一般人已经拢读毋对，已经毋对啊！即嘛拢当做是正确读法的即种事啦吼。你嘛讲教育部算认为讲教育部即种做法毋对啦吼。啊，但是就有人甲讲，实际上你去查大理书典啦吼，去查监字典，嘛是干那有即个音尔，所以较早迄个你用读也是读毋对的吼。啊，踮遐冤。OK， 阮若是好啦，至少互大家知影讲，即个书伫咧字典词典的，真正音是避免是节目啦吼。无拢有时啊，像咱读正确的音，结果颠倒去用，认为讲你袂晓读啊。好，27分，即仔来读者吼。家中有人真侥幸。无早一个敢若袂使吼，来避免的避吼，伫监字典叫做避吼，监字典意思就是空虚字典啦吼，敢若即个音嘛避咧吼，无撇吼，撇是因为我认为是应该是日本时代吼，因为汉语啊断去了后，足侪人就是。有编读编，没编家己编嘛吼。台语迄人就是家己编啊，伊就用即个含壁是会对一个土嘛，读做壁，所以读做认为讲是读做壁，读做撇吼。所以就即嘛就人讲撇免吼，闪撇吼，但是拢毋对吼，应该闪避免吼。啊，另外是节目的节字吼。接吼，或者是接吼，
但是就是无俗啦吼，你看到无俗迄个音嘛吼，所以迄个相款俗目，就是因为袂晓读的人，就只好有边读边没边自己编吼，家己编，所以就因为伫咧日本时代1930年左右进前后来要去吼，汉学仔就去用禁止啊，所以就已经无汉学仔。你若伫日本学校，伊可能汉字无，这我无甲确定啦。我知影一开始拢伫咧日本伫咧讲学校嘛是用台语咧教吼，到后期是毋是搁用台语咧教，我无确定吼。所以因等于是汉学仔传统断去了后，台湾人要学新字新词，应该是讲要传承较早即种汉字的读法吼。你若无去现字典，无去现词典，其实你传袂落来嘛吼。会晓去现，因为较早的字典词典是爱家己切音的吼。你有你会晓现，你袂晓切嘛是无效吼。所以大家都学白骗啊嘛吼。这是我知影两个就是这个笔面的笔，甲这个字幕的字字吼。恁看什么？红日风、吴振华因迄当阵写的歌词，就拢读做俗字啊，所以足早表示伫咧日本时代都已经读毋对去啊。袂当怪国民党啦，无会当怪国民党。我知影足侪人逐项怪国民党，但是这实在是日本时代都已经走转去。好，这你伫读袂落吼。好啦，不止后回再来读啦吼，已经9点半。我想要问问题呢。你讲嘿。若讲有一寡，因若有一寡词，日本时代就讲毋对，为安怎教育部遐通天因遐教，因会知影讲正确音是啥？伊嘛无遐教，伊嘛是去台理大书店甲监理店去现的啊。台理大书店日本时代就编的，嘿啊。那迄个时阵有台理大书店，可能大家都袂遐艰苦啊吼。迄当阵是有啊，问题是台理大书店是当时编的，敢若嘛是1930几年的时阵的款啊，我无啥会记啊。等下吼，查看觅啊。定定咧现，结果我嘛毋知当时吼。找台语有，因为找台语拢会甲即个书店的出版年写伫头前。嘿，是。我看伊台理大书店头前有一个19还100几年，应该就是伊的出版年。好，然后我看用 wiki 查者，1932、31啦吼，1932年、32年吼。我要讲的一项代志，我毋知影各位有认同无吼？就是讲，其实伫日本时代吼，知识分子或者是讲，知识分子啦、主流啦吼，其实是反日的，所以因其实对日本人的物件是无好感。蒋渭水、蔡培好，搁林献堂吼，搁较早以前林献堂吼，你看因拢是反日派的。你若要以即卖来讲，就是因拢纳色的吼，因拢是统派，所以对日本人的物件因是足无稀罕的，意思是讲无你甲信道啦吼。所以因嘛，我认为袂来现即个台理大书店吼，因认为讲，莫讲因吼，即嘛阁是有人认为讲，我为虾米着要现你的台理大书店？我来现迄个录音保健就好啊，会阴保健吼。我来现迄寡人讲古早时代留落来迄种汉字汉字的迄种字典书店，就会使吼。为虾米要现你台理大书店？吼，这是政治化吼。政治化上明显就是最近大家台湾毋是咧员工咧读文言文吼，迄就是政治化讨论，就是即马看到的即种讨论法。但是你若要毋是用政治化来看，照我的家己的看法，毋是用政治化来看，我嘛是足反对文言文吼。我反对文言文，
毋是敢若有政治意义吼，有实际上语言学上语言教育即方面的看法吼，真正是无聊嘛。你迄种照你是伫咧大学研究所有兴趣研究古文的人去研究就好啊。你平常你国中、初中学即寡物件要创啥？你小学生、初中生、高中生，就是有法度甲你要讲的物件表达出来。这第一点。第二点是讲你爱讲的物件爱合理度嘛，要讲甲家己讲甲哩哩啦啦。你以后要 present， 你伫咧公司行吼，你伫咧公司内底你要 present 一个物件吼，要 present 一个，不管是产品，还是一个想法，还是一个你家己会发表你所要讲物件，你迄拢有法度通组织起来嘛。即种拢是语言教育爱教。你开时间去教迄寡古文是要创啥？但是呢，哪样的人要甲政治化，讲恁无教文言文，就是去之化，去什么化？因不讲字啊，去中化，去啥？就是无耻下了就讲一寡政治语言，要来政治，要来政治，大家来政治嘛。我凭啥物就爱学恁即讲莫名其妙的物件吼？OK， 好啦，讲即仔我即嘛讲先远去，我的意思是讲伫日本时代吼，即寡哪样的啦吼，你毋免动啊，即种意思其实因对日本人的物件是无好感的吼。所以因嘛袂来现代理大书店吼，我的意思是安尼啦。一般人搁较无可能去限制嘛吼。莫讲一般，起码一般人嘛，啥物人会人像我安尼，逐工用无代志，你限即本书店，无几个人啦吼。所以你要知影讲，即个因读做逐个读毋着去，逐个都你读毋着，我读，逐个做者读毋着，就拢变着啊吼，积非成是嘛，负得正嘛，就是安尼啊。我上意外就是像迄个台语学，伊算学者嘛，我毋知李行德吼，你若去查者吼，李恒德吼，你教台语的吼，一个老先生吼，竟然嘛认为讲安尼毋对，袂使安尼，竟然认为讲避免字幕是无应该安尼读的吼，我嘛感觉足莫名其妙吼，为虾米伊安尼讲法吼？你是讲伊意思呢？我有看伊的图文，伊是讲讲避免啊，讲啥这就变做教育体，就是咱即马可能有啥物腔啊，上腔啥物腔，阁有一个教育部腔。其实我是对教育部的台语教育，因叫做闽南语教育。我对教育部的闽南语教育或者是考试，其实是足无好感的吼。但是我认为讲避免字幕即种的，本来就是字典词典的正确的读音。我袂因为讲教育部安尼坚持，就讲伊毋对。我无认为这有啥物毋对啊。字典词典就是安尼读的啊，是大家来读毋对去，毋是字典词典毋对啦吼。所以毋知安尼，当然这以上拢是我家己个人的想法吼。我的看法是讲，本来这什物圣经啊、字典、书典，本来就爱讲记录上正确，毋过咱要照做，还是要照读、照念，当然在咱啊。像讲圣经讲啥，会休困哩，袂当工课啊，袂死刑，迄甲你用互死。毋过足侪人基督教嘛是会加班啊，伊嘛休困哩嘛，偷加班啊。就是伊经典就伊嘛，伊就是写伊认为上正确。你爱照用，就是甲即个书典无关啦。因为书典伊的角色就是安尼啊。我的看法。我毋知吼，其实我无一个答案吼，因为我知影足侪，莫讲台语啦吼，就算华语即嘛，国语字典、国语词典的音含一般人即嘛咧讲话所讲的音嘛是无共的吼，大概嘛是安尼照常安尼日子照过啦吼，这我毋知啦吼，我无意见啦，要继续
撇要毋闪撇，要继续寂寞，我嘛袂讲你毋对哦，你继续啊吼，嘿啊，只是我会用字典词典的音来讲安尼吼。好，到遮有啥物问题无？爸比敢有人有啥物提出啥物问题？无啊，共款学着足侪字词。好好。啊，头前就是咱共款拢看无迄，脱离现场。啥物物件？脱离现场，我看应该是头前迄那个鹅迄个。鹅哦。迄条。哦，鹅哦。鹅迄条，咱看无讲，无诶，鹅应该是会是手吧，我嘛袂记哩。哦。就是前面有一个，对啊，鹅啊，那一首啊，结果就是迄四句，结果毋知是啥意思。哦。对啊。有诶，我嘛毋知影意思，讲实在，我嘛毋知嘿。对啊，因为迄语文就是留言，他有时候没有 get 到，所以回的有点乱。但是学着就是字词啦，多谢阿关。OK， 好啦，我嘛是伫遮学足侪物件吼，咱继续读啦，希望会当逐遍拢会当学着足侪物件啦吼。当然学起来表示讲你的表达，你的以后你的写作拢会当搁较进步吼，绝对是，这绝对是，这真正袂假啦，你一定会得到啦吼，毋是绝对袂讲拢白白读个，拢袂记了，应该袂啦吼。好，安尼到遮，咱今仔来关房，咱明仔载休困啦吼，我一般拜二有捌来课吼。安尼，我拜二啊，恁拜三吼。好 ，OK， 安尼咱再个继续读，好，拜拜，再会。好，谢谢大家。